像比较不一样，正式。Namasan, aku tamat ini.刚刚是我们的习主任英明，过去林志玲没有文字，没有书写的这个著述，所以用口传的方式把我们的故事、把历史诉说用唱的方式走下来。刚刚是走向的第一名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除草之歌，著名的除草之歌，请您唱。
是2首歌是出潮之歌，接下来。
由青年会爱之鼓励，民营会。